这班师回朝都回了2个月了，每次都那么说，谁还会相信呢？说的就是啊，现在每天宫中的日子多爽啊！我再也不用提前1、2个时辰梳妆打扮了呢。哎呦，你要不说，我还真没有看出来啊，你的真面目原来长这样啊！那怎么了？都说啊，化妆是为了尊重自己。我呸！哎呀，以前我这脚气怎么都不见好，现在时不时让它出来吹吹风、晒晒太阳，我这脚气倒是好了一大半了，再也不用担心皇上看到会不雅观了。难道你们就不想念皇上吗？想，怎么不想？可是，一想到啊，现在每天自由散漫又舒坦的生活，对他的想念呢，就减少了1/3。娘娘，娘娘，那边传来消息，说皇上已经到了城门口，很快就要到皇宫了。赶快梳妆，赶快打扮。皇上，罪臣领罪来了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皇上，杨将军这么晚来此，可是有什么事？皇上，臣教子无方，教子无方啊！是关于杨言的事。皇上，臣刚刚收到我那逆子杨言的家书，家书上说，他和九王在一起，正逃往关外。我那逆子从小脑袋瓜就不好使，他现在和九王估计正在圣都周边。臣现在就带兵把他抓回来。不必了。啊，皇上，您另有谋划？该如何处置九王和杨言，这也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还没有想好。皇上，您有何疑虑？九王和杨言现在还未归案，若是他们被抓到了，朝中大臣一定会上书，要求将他们处死。可是皇祖母年岁已大，再加上杨将军你，皇上，您要是顾虑我和那逆子的父子关系，那臣现在就和他断绝关系。不只是你，包括杨家的祖辈，都对南下有恩，战功显赫。若是处死他们，怕是会伤了很多人的心。如今他们在外逃亡，不再回圣都，也不会再威胁到朝廷，如此倒甚好。就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吧。皇上，您宅心仁厚，臣谨记于心。九哥，等到了下一个村子，我就把我的刀给卖了，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饱饭了。我想好了。怎么了？我想好了，我们不能再如此下去了。这种东躲西藏、浑身发臭、风餐露宿的日子，我早就已经忍受够了。九哥，等到了关外，我谋个生计，就不会这样苦了。现在是苦了点儿，你再忍忍。杨言，哎，你听我的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根本没必要这样。你是锦衣玉食的大将军之子啊，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在前面等着你，你现在却跟着我过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，是我害了你。九哥，不必多说了，都是我自愿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决定回去认罪。什么？你别想不开呀！你回去，七上能饶了你吗？你忘记了吗？他要惩罚姜氏那个撕腿的刑罚了吗？用我一人的性命，换你们所有人下半辈子和我自己的坦荡，
我觉得值了。九哥，我懂了，我陪你去。娘娘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一想到九王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娘娘，您不会还是对他……我对他早就没什么想法了。我也告诉自己，不要再想这件事。但我一想到九王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，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就觉得良心不安。娘娘，九王现在音信全无，我们就盼他一切安好吧。也许没有消息，就是好消息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他还能活着。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跪下！免了，把他们的手铐都解开吧。做了这么多面子功夫有什么用？你倒不如一道圣旨把我给判死，反倒不难。你以为朕不想吗？老九，真没想到你一错再错，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，别人毫不知情，他们全都被我给骗了。至于皇后娘娘，是我蓄意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她对你忠心不二，毫无动摇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。你想给我定什么罪名，痛痛快快的来吧！九哥，把他们都压下去。是。走。齐胜，为何不速速判我？走，走。齐胜，齐胜，齐胜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医，太医，皇上！他们两个回来自首了。那这下，他们两个人都难逃一死了。丽丽，备上好吃的，我要去见杨言。杨言，看什么呢？都磨着了。我看蚂蚁搬家呢。这哪有蚂蚁啊？只有从一而终的人才能看到。是啊，就连蚂蚁都知道挪挪窝。你跟九王为何这么傻，还要回来？我是陪九哥回来的，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
红烧肉、酱猪蹄儿，这都是我最爱的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怎么了这是？是不是好久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啊？姐姐，你给我送这些好吃的，你是不是要送我上路啊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是看你在这种地方吃不到好吃的，才给你送过来的。我是有骨气的男人，不是进来之食。你个没良心的！我好心过来给你送吃的，你还跟我玩起不领情来了。要不是你向皇上投怀送抱，九哥也不会鬼迷心窍的去投敌。那是两码事儿。好，就算我投怀送抱了，他也不能干出投敌那种事儿。你终于承认你是投怀送抱了。那他就没想过，如果达斯攻陷了平宁城，而我就在平宁城里面，我里外都是死路一条，他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时候，九哥得知大势已去，我的父亲投靠了齐胜，赵王叛变，连你也变心了。你们都跟着齐胜，九哥他一无所有了，他只有一腔愤恨，只想杀了齐胜，赢了齐胜。喂，赢了齐胜又如何？为了赢，他就能做出通敌那种事儿吗？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他得知你变心以后，就有了破釜沉舟的想法。他心里的那些苦，你作为一个女人，你是不会理解的。是啊，一个女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和原谅九王的做法的。但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换作是我也会那样做。现在看来，是我愧对于他。姐姐，想必你见到九哥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你去见见他吧。我还没有做好面对他的准备。来，咱们两个今天离罪方休。今宵有酒今宵醉，不知我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呢？姐姐，你这还不是送我上路？你这熊孩子，你怎么没完没了？你喝酒了。皇上，你来了。朕知道你会去看杨延，却没想到你会喝酒。我刚才是私自去看了杨延，皇上要罚就罚我吧，别再给杨延添堵了。
朕罚你做什么？朕知道，你看到杨言那个样子，心里难受。你一直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，如今他生死未卜，你肯定很担心。今天我看见他那个样子，真的很心疼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件事我没有理由让你网开一面。说出来，无非就是为难你，也让我自己不好过。你可知道，九王为何会回圣都认罪？他想一个人揽下所有罪责，好不牵连任何人。一开始，朕也很吃惊，不过后来便理解了。他会去通敌，朕能理解；他会回来认罪，朕也能理解。这才是他，这才像他的作风。人总是在一念之间，对错都由不得自己了。皇上，我希望你相信我，与九王再无其他感情了，只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去死。老九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一辈子为情而去，可这情本就不属于他。他想夺回王位，可他在关键的时刻又做出了最错的选择，以至于到了今日这般境地，既要怪他自己，也要怪命运不佳。朕和他同为男人，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。我去休息了。你就不问问，朕打算如何处置他们？我知道，皇上早已有主意。我再说什么，都是多余。强公公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通敌叛国，蓄谋弑君，理应处斩。但念其已有悔意，且主动自首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先祖有爱护手足之遗训，故免其死罪，削其爵位，废为庶民，流放岭南。扬言因其年少，受人蒙蔽，念其初犯，不予重罚，充军北漠，5年后重返圣都，钦此。你这不孝子，还不叩首谢恩！要不是皇上仁慈，你等哪能逃得过一死？谢皇上不杀之恩。
我一直在等你。我知道，你是不会不出现的。我来是要把这个还给你。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不收回。人说出的话都可以收回，一个物件为何不可？你还在恨我、怨我吗？平宁之时，我是困兽之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别人。如果我知道事情会这样，我当时绝对不会这么做了。我理解，所以我不怪你。今天我来，也不想再说过去谁对谁错。过去的，就当它过去了。我们从此互不相欠。如果当初娶你的人是我，事情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？要我说，结果是一样的。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注定的，有些东西属于你，有些东西不属于你。人也一样，绕到哪儿去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强求不来。鹏鹏，从此以后我们可能很难再见面了。皇上这次仁慈，叫你发配令台，以后你要自己保重。娘娘，九王，他就要出城了，您不去送送吗？这个是他托人让我带给你的，想必是想在走之前见您最后一面。还是不见得好，从此各自天涯吧。九王殿下，咱们该启程了。要是再迟点儿，卑职也难做了。再等等。这。
娘娘，您看，这次裱得不错吧？这么快就裱好了？干什么呢？皇上，这是您手把手教我写的字，我打算珍藏了。你是从何时起对朕有了这种感情的？其实我也说不清楚，但自从你上次离开我，我就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，只是我自己不想相信。后来，你在城墙上面为我挡箭，我才确信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这话，朕听了很是安心，只希望我们两个以后不要再生什么嫌隙。你是皇上，我是皇后，以后我会尽力做到宽容、大度，还有全心全意。我的心只能分给你一半。为什么？我们一路走来，有太多时候我都失去理智。比如说，上次我去北漠给你送解药，万一你是要真的引我过来将我拿下，或许现在我已经小命不保了。所以以后我只有保留一半的心，保持理智，才能更安心、踏实的做一个皇后。我赌上了性命，才换来与你执手。若是只落得一个称职的皇后，那我太亏了。你的整个心，我都要。你说的这话不切实际，我只能踏踏实实的做皇后，因为面对一个皇上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能失去理智。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要的不是掌管后宫的皇后，而是与我相互扶持、举案齐眉的妻子。齐少，很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。后宫不是你我二人开的，你明白吗？娘娘，娘娘，皇上要解散后宫。解散后宫？该不会是我昨天跟他说的话？走，去看看。齐少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？唯有这样做，才足以表达我对你一心一意的感情。如今的后宫，是为你我二人开的了。只要你一天是皇帝，就是我的主宰。爱的基础是平等，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后。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，除非现在你不做这个皇帝了。你能吗？
杨言，是你吗？姐姐想死你了，快转过来让姐姐看看。杨言，是我。是你？你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猜杨言？难道他以前总做这样的事情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因为我觉得只有杨言才会做出这种幼稚、荒唐的事情。幼稚，荒唐。当然，他做这样的事叫幼稚、荒唐，而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浪漫、惊喜。张鹏鹏，你过来。哇，这儿也太美了！我花了1年的时间找人修建了这座小屋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真不错。咱们要在这儿度假多久啊？咱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你说的话都对，你我2人的确不平等，所以你只会成为一个好的皇后，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。只要你一天是皇帝，你就是我的主宰，而爱的基础是平等。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后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平等，除非你从现在开始不当这个皇帝了。你能吗？那些话不过是我几年前无心说的话，皇上你不用放在心上。5年前，我也是真的无法做到你所说的。我出生于帝王之家，一生下来就肩负了不可推卸的使命，要完成先祖的遗愿，平定安邦，稳固政局。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会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好皇帝，可是当我遇见了你，你不会是要放下皇帝不做，要和我私奔吧？不行，不行，齐胜你别闹。遇到你之后，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。现在国泰民安，我也终于盼到了7号长大。浩儿天资聪颖，小小的年纪就深谙知识之道，实在是我的福气。如今我已经安排了心腹会好好辅佐浩儿，我也可以放心的传位给浩儿了。你不需要再有任何犹豫，只要告诉我你愿意还是不愿意。我当然愿意。几年前我就把这些事情都想明白了，我这小半辈子一直被我这条小命所累，总在为我的身家性命算计来算计去，从未认真看待过情和爱。但是从你为我挡箭的那一刻，我突然顿悟了，人啊，一旦心里有了爱，便什么都是复原了。你还记得在福源寺我曾许下的愿望吗？你当时说了一句我不太能听懂的话。这次来庙里，你想求什么？求我身侧之人与我所求相同。鹏鹏，那现在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 I do。我和齐胜都想明白了，人这一生就应该奔着爱去。从那天起，我和齐胜就过上了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。不，是神仙都羡慕的生活。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，以前的以后，时
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。再也没有人像我，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2秒针停留在爱着的时候。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不走，爱是我的被动。我渐渐明白，爱一个人，就是爱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小癖好、小缺点。齐少，你又死哪儿去了？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岁月静好，细水长流。今天的星星好美。明天是个大日子。今天陪你跳了一天的绳，可把我累坏了。明天我可要好好的睡一觉。我困了，想先去睡觉了。我靠！不会连老娘的生辰八字都忘了吧？啊西！明天是个大日子。齐少，齐少，该不会离家出走了吧？
不要！不要！四零落缠绕着四枷锁，金装与我。我们打个赌，赌我能护你一世周全。若我赢了，你便要对我一心一意，陪我共赏这万里江山。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。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四枷锁，金装与过，似雪花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。娘娘，您看，这次裱得不错吧？这么快就裱好了？干什么呢？皇上，这是您手把手教我写的字，我打算珍藏了。你是从何时起对朕有了这种感情的？其实我也说不清楚，但自从你上次离开我，我就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，只是我自己不想相信。后来，你在城墙上面为我挡箭，我才确信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这话，朕听了很是安心，只希望我们两个以后不要再生什么嫌隙。你是皇上，我是皇后，以后我会尽力做到宽容、大度、
还有全心全意。我的心只能分给你一半。为什么？我们一路走来，有太多时候我都失去理智。比如说，上次我去北漠给你送解药，万一你是要真的引我过来将我拿下，或许现在我已经小命不保了。所以以后我只有保留一半的心，保持理智，才能更安心、踏实的做一个皇后。我赌上了性命，才换来与你执手。若是只落得一个称职的皇后，那我太亏了。你的整个心，我都要。你说的这话不切实际，我只能踏踏实实的做皇后，因为面对一个皇上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能失去理智。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要的不是掌管后宫的皇后，而是与我相互扶持、举案齐眉的妻子。齐少，很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，后宫不是你我二人开的，你明白吗？娘娘，娘娘，皇上要解散后宫。解散后宫？嗯。该不会是我昨天跟他说的话？走，去看看。齐少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？唯有这样做，才足以表达我对你一心一意的感情。如今的后宫，是为你我二人开的了。只要你一天是皇帝，就是我的主宰。爱的基础是平等，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后。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，除非现在你不做这个皇帝了。你能吗？杨言，是你吗？姐姐想死你了，快转过来让姐姐看看。杨言，是我。是你？你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猜杨言？难道他以前总做这样的事情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因为我觉得只有杨言才会做出这种幼稚、荒唐的事情。幼稚，荒唐。当然，他做这样的事叫幼稚、荒唐，而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浪漫、惊喜。张鹏鹏，你过来。
也太美了。我花了1年的时间找人修建了这座小屋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真不错。咱们要在这儿度假多久啊？咱们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你说的话都对，你我2人的确不平等，所以你只会成为一个好的皇后，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。只要你一天是皇帝，你就是我的主宰，而爱的基础是平等。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后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平等，除非你从现在开始不当这个皇帝了。你能吗？那些话不过是我几年前无心说的话，皇上你不用放在心上。5年前，我也是真的无法做到你所说的。我出生于帝王之家，一生下来就肩负了不可推卸的使命，要完成先祖的遗愿，平定安邦，稳固政局。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会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好皇帝，可是当我遇见了你，你不会是要放下皇帝不做，要和我私奔吧？不行，不行，齐胜，你别闹！遇到你之后，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。现在国泰民安，我也终于盼到了7号长大。浩儿天资聪颖，小小的年纪就深谙治世之道，实在是我的福气。如今我已经安排了心腹会好好辅佐浩儿，我也可以放心的传位给浩儿了。你不需要再有任何犹豫，只要告诉我你愿意还是不愿意。我当然愿意。几年前我就把这些事情都想明白了，我这小半辈子一直被我这条小命所累，总在为我的身家性命算计来算计去，从未认真看待过情和爱。但是从你为我挡箭的那一刻，我突然顿悟了，人啊，一旦心里有了爱，便什么都是复原了。你还记得在福源寺我曾许下的愿望吗？你当时说了一句我不太能听懂的话。这次来庙里，你想求什么？求我身侧之人与我所求相同。鹏鹏，那现在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 I do。回忆的钟摇摆着我的伤痛，以前的以后，我和齐胜都想明白了，人这一生就应该奔着爱去。从那天起，我和齐胜就过上了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。不，是神仙都羡慕的生活。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，以前的以后，时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，再也没有人像我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，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2秒针停留在爱着的时候，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个步骤，爱是我的被动。
我渐渐明白，爱一个人，就是爱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小癖好、小缺点。齐少，你又死哪儿去了？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岁月静好，细水长流。今天的星星好美。明天是个大日子。今天陪你跳了一天的绳，可把我累坏了。明天我可要好好的睡一觉。我困了，想先去睡觉了。我靠！不会连老娘的生辰八字都忘了吧？啊西！明天是个大日子。齐少，齐少，该不会离家出走了吧？